心呢一刻。我中意佢有200匹馬力，電子懸掛條架，軚盤加減轉動，好似魔鬼咁誘人啊！你係講 Volkswagen Passat CC 4門轎跑車，我只欣賞佢嘅天幕天窗、自動泊車系統免時開關，好似天使咁高貴。Passat CC 2.0只售35.9萬，好鬼吸引㗎！聽日有精選陳列車賣29.9萬起，仲有萬聖節賀禮添啊！仲講我飛緊去買車，唔等你啦 ！Volkswagen 德國科技，大眾至愛。天造之材，皆要培養。花與春風，佢做乜嘢啊？留身在我心，為思無憾。佢做乜嘢啊？只可教，獨可禁。佢頭先喺邊度？毒品雪筆，咁樣對向天職雪特。你想怎樣？主持老師，係啊，係 M 啊。上海就會舉行世界博覽會，想感受創新科技，大家就一定要去睇德國館啦。德國館有4大展區，特別要留意。你應該褪咗個尾，即係褪咗入嚟少少先，然之後先再。各企業同研究機構各種發明同創新產品。新聞翻嚟咧，繼續係你想怎樣啊？各位同學有任何升學就業問題，可以留言俾我哋8819003個方。直播室有4位嘉賓啊，分別係工程及科技學會香港分會青年會員部嘅前任主席胡偉斌啊 Evan 啦，另外有3位嘅 Ivy 電機工程高級文憑嘅同學，姚宗熙啦、李彥洲啦，同埋呢個吳漢澤。之前咧佢哋有提過啊，有一個叫好高科技無線充電式電腦，應該咧正確啲咁去講。喂，你點解你哋唔咩嘅？喂，點解你哋唔分開？唔一樣兩